呢週法庭新聞重點落喺多宗與國安法及暴動案相關嘅案件，繼有潛逃美國被通緝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父親涉嫌協助女兒提取保單款項遭拘控，申請保釋獲批。5名喺2019年涉及理工大學暴動罪成嘅被告遭判刑60個月，提出上訴遭駁回。另有同年喺灣仔涉暴動重審罪成嘅社工陳虹秀上訴定罪及判刑。口岸爆炸案方面，審訊日程嚴重延誤，案件原預期可喺6月中完結，現估計需要審訊至8月中。2019年灣仔軒尼詩道發生非法集結，大批身着黑衣人士拆除鐵欄，向警方投擲磚頭及汽油彈等。當日現場被捕嘅陣地社工成員陳虹秀，經法庭審訊後獲判無罪。其後律政司上訴得直，案件發橫區域法院重審後，陳被裁定暴動罪成並判囚3年9個月。陳虹秀早前透過法律代表就定罪及刑期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司法機構暫未排期聆訊。遭警方國安處懸紅100萬通緝，潛逃美國華盛頓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其父涉嫌協助佢更改保險單持有人並提取保險單結餘，被拘控企圖處理屬於潛逃者的資金罪，原還押至下月13日再訊。郭父日前於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獲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批准，以現金20萬元及其子提供現金人士20萬元，合共40萬元擔保外出候審，交出所有旅遊證件不得離港，每日報到1次。有機場大叔之稱嘅攬炒派大埔前區議員陳振哲，涉嫌3年前2度非禮同一女子，被控2項猥褻侵犯罪。陳振哲否認控罪，案件日前喺粉嶺裁判法院開審。開庭後，控方表示不提證供起訴，但未有透露原因。裁判官陳炳就遂宣布撤銷陳振哲嘅控罪。51歲嘅陳振哲原被控2項猥褻侵犯罪，指佢分別於2022年5月中喺大埔華人街某單位，以及2023年6月某日喺香港猥褻侵犯女子 X。2019年11月18日，暴徒喺油尖旺投擲大量汽油彈及磚頭，衝擊警方防線，企圖營救被防暴警包圍喺理大內嘅暴徒。期間213人涉參與暴動被捕，全部案件已喺去年審結。其中涉及9人嘅案件中，有5名審訊後被裁定罪成，判囚60個月嘅被告，分別上訴定罪及刑期。上訴法庭日前開庭聆訊，經與訟雙方陳詞後，上訴庭3名法官即時駁回全部人嘅上訴許可申請，指出暴動屬嚴重罪行，係量刑嘅起步點。原審法官不給予減刑是道理。有組織罪案及3合會調查科於2020年3月搗破一個名為92尖嘅極端恐怖組織，懷疑涉及同年1月至2月嘅明愛醫院、深圳灣口岸及港鐵羅湖站3宗爆炸品案，繼續喺高等法院聆訊。但近日不斷有陪審員同被告患病需要休庭，本案經幾次調整，預計審期估計可於6月中審結，為本月初因有陪審員抱恙或請假，一度休庭11日。控辯雙方重新審視後，控方樂觀估計主問會喺8月4日嘅1週完結。呢週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下週再會。